我係矽谷好老師，周一喺矽谷同大家報道世界焦點財經。6月30號，第二季最後一日交易日，結果收得好靚，表現出色。SP500 收咗美國歷史新高，納斯達克第二季升咗18%，非常厲害。但係回望第二季，其實走勢都幾艱難。走勢艱難嘅原因其實有3大逆風，但係喺逆風之下都仲可以攞創新高。第一個逆風當然就係 Donald Trump 總統行政團隊推動嘅高關稅政策，令到成個股市都唔安穩。第二個逆風梗係全球地緣政治唔穩定，好似伊朗同美國嘅戰爭，搞到成個股市震盪得好勁，所以第二季走勢都特別艱難。第三個走勢艱難嘅原因，當然就係究竟減唔減息。Donald Trump 總統同 Jay Powell 兩個成日拗撬嘅共識，呢個都係令到第二季走勢艱難嘅原因之一。所以無論係高關稅、地緣政治衝突，定係減唔減息，回頭睇返第二季走勢真係好艱難。但係上帝賜福呢個國家經濟嘅創新高，祝願你都有聰明智慧，做好最佳部署，迎接第三季。有智慧嘅人會講，你哋要將你嘅憂慮交俾上帝，因為上帝關心你。願上帝賜俾你主耶穌基督嘅平安，等你可以好好部署第三季同第四季。矽谷好老師嘅矽谷同大家報道世界焦點財經，我哋下次見。